方寸刀工淬煉食材之本，烈火乾坤鎖住時間之味，匠心擺盤演繹傳承之美。呢個唔單止係烹飪，更加係一場對完美嘅苛求。喺方寸盤入邊，我哋睇到中菜不朽嘅靈魂。食韻流芳，我哋而家帶你啟程。刀工係廚藝比賽入邊最殘酷嘅考驗。喺時間嘅倒數之下，每一刀都要快如閃電，美如藝術。而豆腐開花就係無數廚藝賽事嘅經典考題。刀鋒喺軟滑嘅豆腐上面畫出細若游絲嘅切痕，呢個唔單止係定力嘅展現，更係對極致意志嘅定義。跟住處理東星斑就係另一番景象。起片講求快、狠、準，務求保留魚皮嘅韌性。隨後將魚片喺碟上面判成龍形，呢個係刀工同埋美學嘅碰撞，分毫之間盡顯神韻。一剛一柔，皆是修行。呢份對刀工嘅敬畏，已經成為中菜靈魂嘅一部分。每一次落刀，都係對食物最莊重嘅賦予。如果講刀工係理性嘅精雕細琢，咁火候就係呢場博弈入邊最狂野嘅靈魂。和牛粒喺鑊入邊瞬間煎封，脂香同埋肉汁俾熱力緊緊鎖住，跟住再高溫爆炒，呢個就係秒間極致嘅爆發。火候之難，在於掌控油溫嘅純度。蝦多士喺金黃嘅熱油入邊翻騰，每一份火候都一定要拿捏精準，先可以練出嗰層極致嘅酥脆，將蝦肉嘅彈牙全封喺金黃之中。轉向琵琶鵝，呢個係對油溫同埋時間嘅慢火試煉。經過掛爐嘅精準烘烤，皮下嘅油脂慢慢滲透，成就咗呢一層紅潤酥脆嘅琥珀外衣。最後嘅東星斑蒸熟，僅僅係一個起步。嗰一刻滾油激香嘅瞬間，熱油同埋唔同配料嘅鮮美碰撞，先至係火候嘅靈魂所在，激發出魚肉最鮮甜嘅餘韻。要駕馭火，就係駕馭時間，從油煎、深炸、慢烤到熱油激鮮，火候令到食物煥發出千變萬化嘅滋味。呢個就係廚師同高溫嘅心情，亦係對每一道佳肴嘅完美成全。火候退去就係藝術嘅升華。中加紫羅牛柳粒，以菠蘿為器，溫潤嘅肉色同埋金黃菠蘿旋交織，疏密有致嘅堆疊，令每一口真味都顯得華麗而珍貴。琵琶鵝講究嘅係形之美，酥脆嘅皮層同細嫩嘅肉質交錯成章，喺呢份紅潤色澤入面綻放出燒味工藝最傲人嘅姿態。花椒盤龍星斑，魚肉綻放如蓮，翠綠嘅蔥絲同唔同嘅配料點綴喺滾油上面，呢份蜿蜒盤繞嘅線條，展現出中菜擺盤嘅意境之美。中加蝦多士回歸簡潔純粹，方形嘅規則排列，呼應住油炸之後嘅金黃色澤，每一寸菱角都詮釋住職人對精準嘅執着。桃膠棗黃豆腐花以素雅為底，晶瑩剔透嘅桃膠同埋琥珀棗黃喺雪白嘅豆腐花旁邊錯落有致，凸顯出甜品嘅溫潤雅致之氣。由刀下嘅靈動到烈火嘅淬煉，再到盤中嘅藝術，我哋所堅持嘅唔單止係食材嘅極致轉化，更加係對中菜傳統嘅深情致敬。一份又一份巧手同埋匠心，跨越咗時間嘅洪流，最終化作餐盤入邊嗰抹最動人嘅食韻。
流芳唔單止係味道，更加係傳承。